细细念，嘉宾须轮流做着补助，以后建议完成指定的鸟考恁个题目。随之脑筋若是兴趣无够活动，就小心头壳规划咯。嘉宾被分为3组进行挑战，第1组高山，第2组魏汉文，第3组谢彩云。3、2、1 ，start！ 千里路途无险远，见面亲像别久无长。苦无时间行多长，好话袂讲天先光。袂歹，来，回大哥。千里路途无险远，见面亲像别家常。苦唔是经，是种是正行倒转，好话袂讲天先光。来，高山大哥。千里路途无险远，见面亲像别家常。苦无的时间行到长，好话袂讲天先光。来。千里路途无险远，见面亲像别家常。苦无时间行多长，好话袂讲天先光。千里路途无险远，见面亲像别家常。苦无时间讲行到长，好话袂讲天无光啊！来，高山大哥。千里路途无险远，见面亲像别家常。苦无时间行到长，好话袂讲天先光。千里路途无险远，见面亲像别家常。苦无时间行多长，好话袂讲天先光。千里路途无险远，见面亲像别家常。苦无时间行到长，好话袂讲天先光。查甫第一件查某做啥物？查某第一件查某做啥物？你查某你就讲你第一件你可能你某啦，然后你会使讲你第一件你会红做啥物啦？3、2、1，开始！好，第一件啥物？我第一件我的某小小念啊！真的好，来，高山大哥。你叫我某讲离婚。讲离婚 ，OK， 来。我今日叫白搭。我第一件我的某讲爱行过啊赔24点钟。OK， 来陈怡姐。可是我行迄种迄个小过吵公共小大声激死人。来，高山大哥，来，拜你。陈怡姐，我免叫我起来陪帮着行鬼。我第一件我的某叫我去食肉骨茶，因为我爱减肥。好，来，陈怡姐。我今日食迄种迄个小过辣、小过咸的，那是简单的。有淡薄会当食一。我你讲一摆，听无清楚，来讲一摆。我今日食小过咸的物件，我会食真多。食咸的物件啦，食酸的物件啦。我第一件我无叫我甲伊笑我。笑我，